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叫伊所定着时间，互咱三甲来敬拜伊。每一个礼拜早起，世间真侪人伫无共款的所在，共即个时间做无共的代志。为什么咱踮伫即个所在？咱讲咱来做礼拜，咱讲咱来亲近上帝。若是安尼的时阵，这伫咱的生命中间，其实是咧经验也咧学习一项真特别的功课。迄个功课就是敢若亲像约翰福音主耶稣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伫讲到什么叫做敬拜，什么叫敬拜？耶稣今仔日嘛是咧甲咱回答，什么叫敬拜？耶稣讲到一个真要紧的元素，伊无甲咱讲到形式安怎进行，无甲咱讲到安怎做，无甲咱讲到诗歌是用什么款的，但是伊甲咱讲到一款生命的基本态度，就是咱若想要亲近上帝、想要敬拜伊的时阵，迄个基本的元素叫做用心、用心灵，然后用诚实。心灵跟诚实的功课，上帝伫倒咯，咱唔知。不过主耶稣甲即个伫约翰福音第4章，甲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所甲回答的，其实是咧甲咱讲着，咱一礼拜7天中间，咱一天24点钟的内面，有偌侪时间，咱用心、用诚实来面对家己。你用心灵、用诚实来面对家己。较侪时阵，咱会外口，因为外口有足侪吸引咱的物件。足侪时阵，咱需要声音；足侪时阵，咱需要外口的动作。甚至足侪时阵，咱需要咱家己会当去做代志，会当去实践，会当去发落的。咱若无叮当，咱若无做代志，有当时咱感觉家己坐遐嘛，要创什么？咱讲即款人叫做坐袂牢，是啊。伊稳当爱有代志做，定定吼，点仔坐无5秒钟，伊就起来，走骹个整理一下，经过敲一个电话，经过安怎？咱讲，即个人坐袂牢，伊需要有做代志，伫做代志的中间，看着家己。如果这是一个大人，咱讲伊真骨力；如果这是一个3岁囡仔、4岁囡仔。咱讲这什么？这叫做什么儿？叫做过动儿，就无公平的吼。3岁、4岁，咱讲伊过动儿；30、40岁时阵，咱讲伊足骨力的。真侪时阵，咱敢若好亲像都爱外口，找着所在，找着事件来确定、来肯定我的存在。主耶稣咧甲咱讲敬拜来亲近上帝，用心灵甲诚实，就毋是干那伫个礼拜堂，伊要甲咱强调。真侪时阵，当咱若互咱的心安静落来，当咱若诚实来看家己、面对家己的时阵，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所以每一礼拜，咱踮咧遮敬拜上帝，会感觉真自然吗？我家己。每一礼拜在分享上帝话的时阵，我感觉这毋是自然的代志，这嘛毋是一个积分，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当咱咧分享在领受上帝话的时阵，就帮助咱搁一摆甲上帝来相拄。所以每一摆的敬拜，咱拢用上帝话做中心，迄个原因就伫遮。上帝话，咱就是咧讲圣经。是用圣经上帝话做中心，毋是用迄个气氛，毋是用形式，毋是用办法，也毋是用什么款人做中心，毋是，咱拢用圣经上帝话做中心。迄个原因就是伫遮，咱确信伫上帝话中间，咱要经验到伊咱的一个显明。今仔日咱所看的这句的圣经真具体。伊踮咧罗马人书12章遮，台语圣经安尼讲，疼兄弟着三亲爱，敬重人着三推尊。罗马人书就是咧讲着保罗写这张批，
和罗马迄个所在教会兄弟姊妹，保罗也毋捌去过罗马，罗马伫今仔日意大利迄个所在，对保罗迄阵来讲是真遥远的所在。伊望写即张批信，和罗马教会兄弟姊妹，第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和罗马教会兄弟姊妹知影讲，我要来去恁遐，我要来去恁遐，去恁遐真重要，就是望甲恁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后。阁互恁会当为我祈祷支持我想要去西班牙。伊是对亚洲东边要往西边去甲罗马，然后踮咧罗马甲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互相激励了后，伊要阁往西边啦。咱即摆小可有即摆概念，到西班牙昨去用淘汰迄个西班牙吼。伊要望甲福音撒国较远去。因为保罗讲我望将福音传到无听到基督的所在，伊会了解西班牙遐尼远，我捌听生理人讲过这个所在，但是因无福音，听讲无基督徒，无教会伫遐。虽然保罗无去过罗马，但是伊知影伫罗马已经有教会啊。但是往西边行，通远的所在就是西班牙。对2000年前来讲，西班牙国去。就是这款所在啊，迄叫做啥？世界到遮来尔，西班牙国去就无啊啦，嘿，迄同，所以讲我要去西班牙，意思就是讲我望会当去甲海角的所在、海极的所在、同极端的所在，要将福音传到遐。所以咱会当看到罗马人书为什么是咱咧讲到规个新约的圣经中间咧讲福音？讲基督教会同完整的一张批信，这是罗马人书。伫罗马人书中间讲到足侪神学的部分哦，到尾伫咧第12章到第15章的13节这中间，伊拢咧讲到基督徒应该安怎互相相合斗阵，因为伫咱相合斗阵的中间，咱要经验到心灵甲诚实的功课。经验着上帝伫咱的中间，所以伫咧第10节，咱若看罗马人书12章，伊讲到足侪兄弟姊妹基督徒相合斗阵安怎，然后甲非基督徒斗阵的时阵安怎生活，讲到足侪即款的原则。第10节就是伫即中间，伫甲咱讲到即句话。所以咱今仔日咧讲到手足兄弟姊妹互相相听，这是煞接咱4个，已经到我即摆6个啊，要做一个段落啊。7个开始，咱无要讲这啊，吼，4、5、6这3个月，咱一直咧讲到彼此，咱一直咧讲到互相，咱一直咧讲到大家相合斗阵的一寡功课，对伫互相担当、互相接纳、互相会当包容、宽容、互相会当赦免。咱讲到互相要安怎勉励，各位记得迄勉励咧讲啥无？你讲到包容，讲到宽容，你讲到要安怎互相来扶持，咱过去这几礼拜，拢咧讲到这个部分。所以到即马，咱要讲到迄个手足兄弟姊妹，教会内面咱咧讲兄弟姊妹，这个亲情的功课，对咱来讲意义是伫倒位？讲到手足之情，有足侪故事咧，甲咱提醒，甲咱勉励。迄款是一个亲情，迄是一个亲情。以前小学的时阵，上课捌听过这个故事。古早正早食饭收丢了后，一包一包收起来，收成若好势，过来一年就免惊摇北岛；收成若无好势，反正番薯签加传一挂，到时饭米甲番薯签做阵子。就讲到两个兄弟啊，阿兄叫阿林。小弟叫阿义啊，这个因为哥哥已经结婚啦，弟弟开始渐渐大汉，爸爸就将一块虽然讲无啥肥的地互伊，嘛互这个小弟大汉来当家己出去独立，无想到无偌久，爸爸煞过身，所以大兄阿林啊，伊就甲伊的太太甲两个囡仔，佫爱过妈妈，即家口5个人较侪。但是这个这个小弟阿弟咧，伊家己较轻松，一个人安尼啊。毋过迄年
苦旱，雨水无够，收成无好，当因切啊拢收顿啊，一包一包放在仓库。这个阿兄吼，暗时看到，我安尼拍拼几落个月，啊，一落一落的米，迄一落拢超30-40斤吼，一落一落你看看才20外包尔尔。啊，若想到阮迄个小弟吼，阮人搁较凄惨，因为我知影伊迄个地无好，伊地无好。伊虽然家己一个人来尔，已经有女朋友啊，伊这到底要安怎活？伊的收成无甲我的一半，所以迄天暗时，伊就偷偷啊对伊的切床光一包切啊，就走去因弟弟遐，啊，踮因弟弟大的迄间厝的后壁，伊的切啊放遐，伊就甲伊迄包切啊放伫因小弟遐。我想讲安尼至少甲因小弟帮衬一下哦。转来了后，来甲家己的切床一看，啊，那20包拢个伫个，我明明摕一包去啊，还是我算毋对，还是毋对，还是我袂记个，伊就经过摕一包，暗时赶快进去，毋过中间路那遐暗啊，佫无路灯啊，哪有人啊？我边仔地无插去，头咧咧，进去甲放好，佫倒转来看家己的切床内面20包个伫个，怪怪，紧甲伊的太太讲，啊，你敢有来切床遮创啥？因太太讲无啊，是甚物代志？伊本来无爱甲太太讲。即马才甲太太讲啊，我就感觉阿姨啊吼，一个人今仔日收成无咱的一半吼，所以我想讲光一包啊切下去，因太太无想到讲，因太太真赞成讲，对应该啊，无咱两个做阵过来去，即摆两个人做阵去，行到半路那对面看到一个人行一看啊，就是因弟弟阿姨啊，阿姨啊，毋那家己一个人安尼啊，伊较接边安怎？同款光一包切啊，两个兄弟啊相拄了后，因就知影讲因暗发生什么代志啊，对不？原来啊，弟弟感觉讲我家己一个人啊，我安怎食拢会过，迄家5个人呢？今仔日收成，今年收成安尼，要安怎哪有法度饲会饱咧？这个故事咱以前拢捌听过吼，咱看册咱捌看。咱会讲到手足之情，讲到兄弟姊妹相疼吼，这款故事伫现代版吼，敢若较学伫听着，虽然咱常常咧提醒拍好亲兄弟，常常咧提醒一家人，特别是兄弟姊妹安怎相疼。不过这无简单，这个功课无简单。较侪咱听到是另外一款。古早中国伫三国时代，咱捌听过有一个人叫曹操。啊，这个伊有囡仔，曹丕、曹植，讲行7步都爱甲迄个诗做出来啦，是哦。行7步的中间，你爱甲诗做出来，啊，若无吼，站头要站头，这是什么人？是兄弟中间咧讲的话呢？兄弟中间咧讲的话呢？惊爱家己坐这个王位受威胁，所以必须要甲兄弟除掉啊。这个故事毋是中间唯一的一个，咱拢捌听过，过去有真侪即款的故事。听讲有一个皇帝叫做康熙啊，叫啥？结果也是结果伊个王位要留互第4，还是要留互第14？这拢用个写做一部的小说出来啊！伊个王位是要留互第4，还是要留互14？哈！结果讲伊迄个遗书去互，毋有改掉也无改掉。咱听到的较侪是即款真无彩、真可笑的部分。最近这几年，真侪旅游叫做深度旅游。所谓的深度旅游，就是讲阮无要行一般旅行团的旅游。即马要去北海道，人讲6天爱33000，无问题啦，差不多行情就是安尼。但是咱若想要较深度的旅游吼，40000、45000、48000，共款6天无问题，因为要去一寡无共的所在。这个所在，古格王国伫个西藏迄个所在，最近这几年不加行，咱会当看到，因为伊咧讲到前几年遐有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时间不加长，几落百年不加兴，人同做的时阵几十万人。但是伫一段时间毋安怎，忽然间几十年，规个王国煞无去，百姓
毋係是去台風台掠風掠，到尾啊剩廢墟，啊，即馬煞變做觀光客吼去參觀的所在。迄大個所在，不只山頂，啊內面啊，閣有一寡迄個所在，啊，閣有一寡遺址，互人會當考學，互人客去遐看。這原底因有真好的傳統，老爸國王留落來，兄弟的中間，的確有人是負責政治，有人負責宗教，有人負責多一個領域，兄弟分工。但是到因中間有一代負責政治的叫國王，這個阿兄；負責宗教的叫法王，哈。這個法王吼真唔甘願，那係政治的部分，調兵遣將攏你來發落，所以這個法王就偷偷甲外族交結，引兵入關。然後想講甲伊阿兄甲誘落來，換家己做國王，法王要變國王安尼。無想到講當外族軍隊入來了後，毋那敢若將國王抬起，連法王教抬啊！這款的故事佇咱人類的社會中間不時互咱看到，不加無彩。所以當咱翻頭倒轉來講兄弟姊妹手足之愛、手足之情的時陣，咱會看到啲家庭到底上帝心意是安怎？佇個創世記第1章28節，咱常常咧讀這段，咱最近咧讀一擺擺來。上帝賜福因，上帝閣對因講：着生團做做，佇生團做做中間，成做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大家三個鬥陣。耶穌甲這個一家人，伊閣互伊一個新的意義，一擺來。因為既若行佇我爸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咱甲這兩節放頭前的時陣，咱就知影上帝的心意。伊真意愛咱一家人迄個親情會當相結連。啊，毋過主耶穌特別提醒咱，一家人親情的意義，毋是佇你的血統頂頭，迄個血統無法度甲你保證。大家若攏會當遵行天父上帝旨意，這才會當成做真正的兄弟姊妹。所以，迄個親情的氣力極其大，這嘛是上帝的心意。咱為什麼在教會中間一直強調兄弟姊妹，強調兄弟姊妹？在美國的東邊有一個真水小所在叫做 Boys Town， 啊，佇這個小鎮。你入去會當看到不止啊多即款的雕像，這一個烏烏吼，這銅做的，看無啥有。毋過你看會出來，敢若親像有一個人在愛另外一個人，吼，有一個人啊在愛，啊，這個是真有名，咱捌聽過。有一個神父看到一個少年人啊愛伊的弟弟，迄個弟弟吼，因為是小兒麻痹，無法度行路，逐擺去到倒攏都愛甲愛。來教會嘛，都愛甲愛；要佚佗攏都愛甲愛；要郊遊都愛甲愛。這個阿兄一講到，毋都愛這個小弟。這個神父就問這個阿兄講：哇，你足厲害！你弟弟阮人足重的吼，你弟弟阮人真重。但是這個哥哥回答這句話，這句話嘛變做以後咱常常咧引用的話。伊講無，伊無重，因為伊是我的兄弟，伊是我的弟弟。他不重，他是我弟弟，因為伊是我的弟弟，所以伊無重。迄個無重是咧講到親情關係頂頭，實際上弟弟愈來愈重哦。吼，小兒麻痹的弟弟是愈來愈重，毋過要去到倒位我攏愛伊去。這個故事，這句話咱常常咧引用。當咱踮咧教會咧服侍的時陣，當咱咧關心人的時陣，昨暗有一個咱有會友有老姊妹有需要，到暗時10點外想要去急診，敲電話互另外一個。咱的老姊妹，共阮老姊妹要哪去？幫去。迄個囡仔吼，伊個囡仔暗時10點外就緊趕去，咱的另外迄個老姊妹陪伊去成功病去急診，暗時10點外轉來安尼。因為是咱的兄弟姊妹，所以無重。若無暗時10點外11點，準備要休困，還是準備要食宵夜，但是因為是咱的兄弟姊妹，
所以伊无动，我欢喜出去，欢喜陪伊，陪伊斗阵去急诊。伫咱的教会兄弟姊妹的亲情中间，咱常常听到即款激励咱的见证，亲情的力量极其大。即对爸仔囝，的确有人捌看过因的故事，因为这已经经过30几年啊。因称作 Hoyt 家庭，爸爸叫 Dick， 囝儿叫 Rick。Dick Hoyt、Rick Hoyt， 但是你若甲即两个 Dick 甲 Rick 拍入去吼，找无来，名太侪即款人，所以你甲拍另外一个字，你甲拍叫 Tim Hoyt， 因姓 Hoyt 哈，因的姓，因的名叫 Tim， 叫一个团队 Tim Hoyt， 你就甲拍入去，哇，消息一大堆。即对吼爸仔囝真特别，因为即个囡仔一出世的时阵就脑性麻痹，无法度讲话，无法度表达。一出世，医生就甲因鼓励讲，恁送去安养院。亲人嘛讲恁无才调家己过，因为伊完全无法度料理家己，甚至连有甚物想法拢无法度表达。但是老爸老母逐摆若看到即个囡仔，伊就毋甘要甲送出去。因就甲落屎落尿，慢慢甲饲，渐渐慢大，佫想办法甲教，但是拢无甚物款的反应，连伊咧笑到底是咧笑啊，毋是咧笑嘛，毋知。伊个老爸就去找电脑专家，伫1970年代电脑拄则开始迄落那领，迄个电脑专家就想办法互伊滴一顶帽啊，迄顶帽啊会当将伊的脑波甲传达出来，然后踮咧荧幕顶头简单表达伊想要啥。Yes, No， 当安尼表达出来，迄是1970年代哦，所以不得了。按迄阵11岁开始，到11岁开始，伊才会当通过安尼来表达。你想看11年的中间，完全无法度甲外口世界。第15岁的时阵，伫即个 Rick 15岁时阵，因为因爸爸就逐工，妈妈逐工轮流带伊去学校上课吼。15岁时阵，因看到一个要短跑，美国人吼足爱讲吼，为着心脏病的囡仔来短跑，走1公里就爱出1箍，我要去走，我要走10公里，我就去找人来出钱，恁出钱我来走，来为着小儿心脏，咱来募款，无想到讲即个 Rick 看到安尼吼，竟然通过脑波甲爸爸讲。我想要去走，即个一走出来，大家厝内人甲朋友同啊拢讲，你去笑，你哪有可能去走啦？因爸爸为着即句话，开始亲像咱今仔所看到，即个15岁囡仔坐伫轮椅，爸爸踮咧后壁，即个爸爸以前拢毋捌长跑过，毋捌。为着即个，第一摆要走也无远，8迈吼。差不多10多公里，为着安尼开始锻炼，然后塞即个轮椅哈，你看塞即个轮椅安尼陪伊去走。但是通过即摆走倒来了后，瑞克讲一句话，伊讲伫走的时阵吼，我发现我毋是一个残障的人。伫走的中间，我看别人安尼按边啊，甲我做阵咧走，我发现我毋是一个残障的人，我毋是残障，我不是残障者。即句话。即句话，互伊的老爸伫1978年决定，我要继续为着阮囝来走，一直走到今年。因走的马拉松吼，惊死人！因差不多逐礼拜六按1978开始，差不多逐礼拜六、逐个礼拜日，拢参加足侪比赛，有8迈的、10迈的，有半马、全马，甚至3项铁人3项，铁人3项要安怎走？要安怎游？即个下骹是水，这是一个迄落气垫吼，囡仔倒顶头，因爸爸伫头前遮咧收，用绳甲拖，吼。徛铁马的时阵，甲伊的囝囥头前，爸爸徛铁马，轮椅就是踮咧后壁塞。你看这遮尔侪人踮咧走，30几年来，爸爸除了上班，爸爸佫有咧上班哦，你毋通想啊，伊是一个军人。同款上班以外，逐礼拜6礼拜拢陪伊走，参加美国所有足侪比赛，
因30几年来已经走超过3800迈，3800迈。本来伫旧年诶，波士顿马拉松，波士顿的马拉松伫世界真有名，是要有资格的限制，你走上万袂用去报名。因即对爸仔囝已经参加几落届啊，表示因的速度不是遐紧。本来旧年2013老爸72岁，囝50岁，因讲这是阮上尾摆啊，走全程马拉松啦。老爸72岁啊，总袂用叫伊继续走哈，所以讲后摆伊要走较地道的。但是无想到旧年2013的波士顿马拉松发生什么代志？对，爆炸。你会记伫马拉松伫要结束时阵，到终点忽然间发生爆炸，所以即对爸仔讲，安尼袂用诶。2013袂用诶是咱上尾年，为着要鼓励人走，所以这是今年世界报纸。今年世界报纸，2014是阮 last will be last， 为了这个 team Hoyt， 这对爸仔囝，今年老爸73岁，囝51岁。即几年因分开住，因为囝会当住伫政府安排有人照顾较适当的所在。这是因今年的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的一个记者会。所以亲情的快乐，互咱看到老爸敢若是亲像是身躯，囝儿是心灵，迄个心灵有极其大的一个动力。生命中间敢若亲像咧回应上帝一寡呼召，但是伊家己的身躯无能力、无才调，但是伊的心一直受感动。老爸甲伊夹斗阵，两个人合体。今仔日咱咧分享的亲情即个功课，甲过去即一个月的即2个月，咱咧分享足侪无同的主题，同大就是咧讲到一项。对老爸来讲，要走的意愿一点仔都无。若毋是为了囝迄句话，若毋是为了囝儿迄句话，伊无可能36年来安尼继续不断，逐礼拜走。对伫囝儿来讲，若毋是因为伊老爸，伊就无可能走，对吧？因为老爸甲伊迄款的亲情，两个人会当完成即款，互咱听起来无法度想象的。所以今仔日咱咧讲的就是。甲过去咧讲的身体疲劳无共，咱过去几落礼拜咧讲到保罗，讲到教会兄弟姊妹，教会是一个身躯，咱是无共的肢体，有的是手，有的是骹，有的是耳，有的是目睭，每一个拢有伊的功能发挥伊的功能。但是今仔日咱看到这两个爸仔囝，因是共一项代志，要做共一项代志，一个心灵，一个敢若亲像身体共款。这对咱今仔日来讲，当咱咧讲到手足之爱，要学习的功课，咱几项不止具体，咱真侪人拢都爱去面对，要安怎来对抗对抗的意思就是讲要安怎按迄中间抽出来。安尼咱拢习惯踮遐咧花荧幕啦，无看电视转去遐厝，要安怎对即个领域走过来重建生命的关系互咱的生命关系，亲情毋是干那坐斗阵、做阵食饭，亲情迄中间，阮当有搁较侪。即个囝儿敢甲爸爸讲我想要走，15知影家己无可能，但讲我想要走。亲情就是即款的，咱敢有机会听咱的囝儿讲一寡伊的梦想，然后你的反应可能是讲不要做白日梦，你阮当会安尼讲。毋通想遐有诶无诶啦，好好读册较有要紧，会袂？我咧想讲即个瑞克伫咧36年前，甲爸爸讲，我想要走，迄爸爸来讲，囝，我这15年来付偌济代价，你知无？为着要互你安尼当，我已经付偌济代价，你想要走？今仔日即个科技，今仔日即个医学，今仔日即个技术根本就无可能，会无呢？即个 Dick， 即个老爸为着囡仔迄一句话，结果互伊的人生完全无共款。互咱有搁较侪亲情互相重建生命。第二，咱过去伫咧母亲节的时阵，真侪人踮咧传即个，咱家翻头过来想，迄个是咧讲着母亲节到咱拢看着迄项踮咧厝诶，
妈妈就写一句话出来，讲哦，母亲节到，所以家事厝内代志家事人人做，大家拢爱做啦，无人干咱妈妈做，是毋是？啊，无想着讲吼，迄个囡仔行过来吼，看着讲家事人人做，人啊，伊就踮咧第一个人加一字加一环，变做家事大人做，迄是恁大人的代志，阮囡仔毋免做吼。先生行过来看讲家事大人做哦，啊，敢若我讲台，无搁加一环，变做夫人做，家事夫人，啊，夫人搁是太太。哦哟，母亲节本来想讲看应该大家拢来做家事，啥尾也搁都爱搁太太做。咱敢毋应该把这个笑话甲变过来，家事夫人做，甲变做家事人人做。这是咱今仔日咧讲迄亲情哦，真具体的所在，毋是用一个喙，毋是用个对着圣经的一个了解安尼来定。当然同要紧的，伫咧教会内面，咱会讲，咱无要做一个过客。有当时咱倒来厝困一下，搁出去无闲拍拼。有当咱囡仔嘛，敢若亲像安尼，要安怎倒转来这个所在，大家拢是家人，而不是过客。拄仔咱所读的诗篇133篇，得甲咱讲兄弟姊妹三甲徛起，互顶的好，互顶的安乐。兄弟姊妹三甲徛起，伊用一个譬如，伊讲迄款的譬如吼，伊讲的讲法先是对伫阿伦开始。有贵重的油，这个油是上帝迄温点的油，对头壳滴落来，滴甲伊的喙鬚，吼，滴甲伊的喙鬚了后，佮滴甲伊形情，伊形情有金牌，咱注意看遮，这个祭司吼，形情有一个金牌，目睭较金的人会当看到伊总共有3列，每一列3列，每一列有3列，然后1、2、3、4，3、4、12，迄金牌顶头12个名，12个支派，温点的油对头壳滴落来，甲喙鬚滴到金牌，滴到三句，迄个三句遮有12个支派的名伫迄个所在，上帝祝福。通过伫信用顶头，祭司代表为百姓伫上帝面前献祭，然后承接即款的祝福，互12个支派。其实咱也知影，12个支派敢若12个国家共款哦。咱毋通想讲是12个家族，因已经几千年，敢若亲像12个无共对无共所在来。但是因为承接共一个信用，伫个信用中间，诚做兄弟姊妹。一站一站的祝福，临到伫因中间，一个的接力，敢若像接力赛共款，将即款的祝福传到下一代啊。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所在，就是咧讲到祭司伊的衫顶头的肩带，伊的形情的金牌，12个族群的名，以色列12个支派名，拢伫迄个所在。除了讲即项，佫咧讲到地理的关系。这是真远的所在。以色列的北边有一个山脉，叫做黎巴嫩山脉，南北纵向。上南边山脉上南边迄个山叫做黑门山，这个黑门山比咱玉山更较低，但是纬度的关系，一年超过10个月拢是白，拢是雪盖伫个顶面。迄个所在白雪。看伫顶面，伊若阳流落来，还是讲伊北边湿气较重的空气，往南边行的时阵，形成来甲以色列中南部约旦河会当有水泉，拢是因为黑门山的关系。一直来到锡安，咱知影以色列的中南部按撒玛利亚以南就是沙漠，南是沙漠就是旷野。啊，毋过因为北边黑门山即款的甘露，即款的水泉会当润泽利益伫南边，表明上帝伫个因即个国家中间合一的一个祝福。所以，咱会当看到对家庭即款手足之情进入教会中间，咱确实耶和华上帝为定着的束缚。
亲像诗篇133篇咧讲，迄个永远的活命，迄个永远的活命伫咱的中间，一站一站的祝福，伊是会震动的，祝福是会流动，它是会流动的。咱如果若互伊变做一个活的时阵，伊会流震动。伫咱咧讲到手足之情，咧讲到手足之爱的时阵，吼。咱会当看到过去这几礼拜咱在强调的，手足是亲情，但是咱学习大家和睦三甲徛起，毋但和睦三甲徛起，看起来关系真好势，搁较要紧，互相帮衬，成熟成熟的生命来迈进，学习互相下面才会功课。约翰一书第4章11节。约翰福音一书第4章11节，咧讲着讲，亲爱兄弟姊妹，上帝遮尔疼咱，所以咱嘛着爱互相相疼。即款的亲情的相疼，同尾咱要讲到一项，咱来想看觅。咱教会有几个无共款的小组吼，有的足侪，有的咱2、3个人、3、4个。我顶摆分享过，亲像讲拜一暗时有4个姊妹咧读圣经。7点半到8点40，因就是一章一章一节读。咱即摆咧做礼拜，第一场礼拜煞10点半、10点20，伫咧咱的教育馆2楼，有2、3个长辈伫迄个所在咧上课，迄有一个小组哦。讲即个时阵说后摆你若做礼拜第一场刷你用个留遐哦。咱拜4暗嘛有查经班，伊妈5的查经班。咱有即款的，虽然周报看袂到的一寡小组，你若会当做阵来参加。顶礼拜2礼拜前，有一个小组中间的分享到，有一个做老爸、少年老爸，伊踮咧分享讲，逐摆我若甲我的囡仔吼有一个争执、有争执产生的时阵吼，我马上想着讲，我即个做老爸的形象会去影响到我的囡仔对天父上帝的认识。每一摆听想到即句话，想到即项代志的时阵，伊马上就甲家己的心情、甲家己的脾气吼做一下调整。也就是讲，我即个做爸母的、做士大人的，我讲什么款的话，做什么款的反应，有什么款的表达，会去影响到我的囡仔对伫天父上帝形象的了解。伊若想到安尼，我袂输的是上帝的化身共款，对不？我袂输的是上帝的分身，好像天父上帝的分身一样。我当然嘛，就爱甲这天父上帝形象扮演得好吼，互我的囡仔知影讲，这天父上帝迄个疼是甚物款。那安尼，这个亲情吼，才有意义啊，有影。当咱咧讲着上帝遮尔疼咱嘛要互相相疼的时阵，这个亲情的功课，互咱想到是天父上帝甲咱的亲情，咱甲囡仔的亲情吼。所以对伫安尼，咱最近咧讲到的吼，第一项伫厝内的亲情。手足的疼，咱到底安怎来投入？咱享受上最是倒一部分？你感觉甲你的囡仔斗阵快乐，甲你的士大人，甲什么款的情形？同尾一个就是伫教会中间，咱是毋是有即款亲情熟练的同化？吼，咱应该有啊。通过什么开始？通过互相带导，通过最近读圣经，即款熟练的亲情会建立起来。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踮咧阮的四周围，为着阮备办最亲情相疼的见证。恳求你，互阮踮咧树林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阮嘛会当努力，嘛会当参加参与，来建立一个属灵亲情的关系。恳求主，你互阮会当看到你的心意。因为你欢喜束缚伫这款亲情的关系内面，互阮会当通过你会激励你的疼，互相分享，亲像主耶稣邀请阮同款。因为阮尊叹主你的旨意，阮诚做兄弟姊妹。恳求你的怜悯，甲你的激励，永远无离开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